佢哋由上學期到今日都出盡8、2分嘅努力，我哋一齊俾多啲最熱烈嘅掌聲佢哋啦！而家我哋有請剛才為我哋帶嚟精彩表演嘅各個表演同學一齊上嚟大合照，我哋有請合唱團、東方舞、牧童笛、粵劇、弦樂本弦樂、雜耍、花式跳繩、跆拳道組。今日所有表演項目同埋手藤都有帶一班好高嘅老師，現在有請大家一同上台大合照，有請何俊錦老師、陳嘉慧老師、鄧麗雲老師、關桂容老師、羅春蓮老師、溫慧嫻老師、李克榮老師、黃立行老師、楊元山老師、楊鳳儀老師、黃嘉麗老師、曾秀芳老師、郝詠儀老師、曾翠珊老師、梁家樂老師、陳浩林先生、馬婉婷老師、吳家星老師、陳桂芳老師、張立強主任、羅紀峰老師、梁碧琪主任、Miss Megan、黃毅主任、吳彩雲主任。仲有我哋兩位大師羅翠欣主任，靚美寶姑娘，而且要笑得我哋兩位小司儀，1A班杜遠俊，2A班張心柔。仲有我哋勞苦功高，用咗好多心血嘅製作總監岑顯思主任同埋黃家伯主任，佢哋真係為咗呢個典禮花咗好多心機，貢獻咗好多日㗎啦，係咪值得啲熱烈嘅掌聲先？今日我哋能夠上派一生，眾志成城，當然唔少得我哋嘅靈魂人物，特燕旗校長啦！少一班同校校長，學校嘅運作得順暢就梗係靠校長啦。再俾一次熱烈嘅掌聲，我哋嘅領航者。我哋而家都想請各位嘉賓到台上同我哋分享呢一份嘅喜悅。今日嘅典禮能夠喺繁忙之中撥用出席，得到各位嘅親情同支持。喺呢度特別想多謝各位嘅嘉賓，所以而家最重要就係影翻張大合照啦！有請何永坤女士、太平紳士、馮俊文先生、許慧玲女士、陳楚珍女士以及梁群秀女士。雖然典禮嚟到呢度已經接近尾聲，但係都仲有啲意猶未盡啊！頭先佢哋跳舞嗰首歌，大家有冇留意歌詞啊？你哋知唔知歌詞真係好有意義㗎？不如我哋再唱多次啦！預備，1、2、3。可以定下你嘅熒光棒。我都要恭喜在座各位家長，你哋嘅仔仔女女已經成長